这个人是死人，只是开药铺的。伊想唔到的时候，却是疾病讲的鬼字。潮汕地区有石人的古墓，绝对不超过10间，就是清朝一兵光禄大夫丁祥伯的墓。丁祥伯做啥拢是正常的，来啊招个呢，伊煞做生意，卖做药，生活才好，就条囝读书者。62岁过生的时候，伊的囝呢刚好是13岁。当然咯，这个时候伊只一个药商，一个平民的规矩。35年后，伊的六囝成为唐朝一兵，伊就是潮汕建一道官界最高的人丁日昌。1870年，丁日昌的生母黄老夫人到苏州过生，丁日昌副官当然是风顺国镇。这个风水应该是这个时候，丁日昌这双子都在定。王创氏金高院有位置。白衣之贵，朝廷长一兵光禄大夫，丁日昌为了骄傲甲伊巴打，百姓教我读书，为百姓争生后命。